Hello，大家好嘛，又係我 Grace 啊。咁今日咧，我想咧介紹咧我一個嘅電台節目啦，去俾大家去聽嘅。咁呢個節目咧，對於你咧，如果想要獲得一個美好嘅伴侶關係啦，如果你想增進咧你同父母啦同埋子女嘅關係，又或者咧你想咧喺職場上邊咧係更加勝利嘅話咧，你就一定要睇啦。咁唔知講到呢一度咧，大家估唔估到我哋呢一集嘅內容咧係講啲咩咧？係啦，就係講咧，係點樣去提升你嘅包容力啦，改變咧人際之間嘅關係。好多時候咧，我哋咧都會咧重複咧係代入咗一個嘅 loop 裏邊嘅，就係有啲人咧講咗呢個説話即係行為嘅時候啦，呢令到你好激動啦，然後你嘅即時嘅反應咧就會責罵啦，責罵完之後咧你又會感覺到內疚啦，於是咧你認為咧都係自己嘅唔啱啦，又或者咧係比較激烈啲嘅話咧，你就會覺得係人哋全部都錯，因為其實你咧冇真正咁樣咧係去內化呢個問題啦，你冇真正咧去了解一下。其實好多事情咧，發生喺你身邊嘅咧，都係一個課題啦。你冇去咧深入去了解呢一次嘅一連串嘅事情，相似嘅事情發生嘅時候，有啲咩嘅可能內在嘅小孩有啲咩信息想話俾你聽啦，或者咧係你有咩嘅限制嘅信念。咁呢一個嘅節目咧，如果對於一個經常性唔開心嘅你啦，又或者咧你好想咧更加咧係喺人際關係上面更加提升嘅話咧，咁就絕對適合你啦。咁好簡單嘅啫，你可以去我嘅 YouTube channel 裏邊啦，就係尋找呢一個嘅影片啦，又或者咧去我嘅 story Instagram 嘅 story 裏邊咧都有咧直接嘅 link 咧帶你去到嗰個節目裏邊嘅。咁好啦，咁你快啲去睇啦。